台南市社会主体政策对总统赖清德伫担任市长的时来规划，委托林内动工移交，其中林德的移居林爱率先来完成，提供75户的社会主体，第一批总共30户的住户，赶伫农历7月进前来入厝，并且举办入厝的典礼，能够迎接我们台南市的第一个社会住宅宜居仁爱住户的入住。那这一波总共在农历7月开始之前，总共有30户入住，总共宜居仁爱提供了75户的社会住宅，其中全部都是高品质，而且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，非常完美的内部设施，而且每一个住户好像都有附带很多的家具进去里面，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拎着一口皮箱就可以入住的社会住宅，在台南。所以欢迎大家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宜居成功，还有今年底11月的时候有这个小东社宅的完成来欢迎大家可以入住。现场除了邀请乐团的表演，另外还佫举办抽奖的活动，市长还佫为住户来送上推车的入厝礼，无论是搬厝、露营、买菜，拢真好用，展现市府对着社会主体的用心。宜居仁爱社会主体曾经得到2022年国家岛外建设奖，无论是设计或者是工程的品质，拢具有水准。总共75户，提供1房到3房这种的房型，并且设有无障碍的主体，是台南第一户完成提供入厝的社会主体。未来陆续还有移居成功，目前已经完成抽考，准备签约来入厝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